条西瓜的时阵，就感觉家己真幸福，因为有主通互我去。不管这个明仔载会怎样，上帝拢听咱面对。用这条西瓜，咱三个来做咱信仰的分析、信仰的分享。虽然咱毋知明仔载会怎样，做耶稣伫刹那间临到咱，有时咱得去了解，总是上帝会牵咱的手，伊掌管每一个明仔载，咱会知影咱去做西瓜。我不在你的双手，主抓我。自细汉咱就受到生，爸领圣餐，你就爱受洗礼。咱嘛深信，这个教导那亲像就是真理，袂当改变，袂当突破。总是今仔日咱面对一个改变的时阵，咱的心会惊惊，咱的心会摇。我无受过真心的亲人教育，我无爱讲对心学来解释这件代志。总是我回想，当我当真正长老的时阵，每一遍就来并领受牧师放互我的话，放互我的饼。每一遍行落来到礼拜2骹，咧分互每一个兄弟时阵，有侪人会伸手来推，有的人就会变安尼，有的人个手想要摕时阵，只有边仔人甲讲，你袂使，你袂使。有的人毋知影食了，叫人讲，啊，恁哪会摕这来食？其实迄个
艰苦。上帝饼、上帝杯，点是要互每一个人愿意接受的人来领。总是有人受阻挡。尤其当我咧分的时阵，正看到这个名字，其实伊这里遮已经真侪年，甚至伊的年岁嘛真大，总是伊无法度来领洗礼。这个背后一定有真侪故事是咱所无了解。总是伊有缘开10年，伊愿意坐遮甲咱敬拜上帝。伊点嘛毋是伫天里有这个福分吗？总是人有定真侪制度，伊教会做做仪式，不管是唱歌，不管是献歌队，其实拢是要互人做来拿亲像，互人拿来拿相听。我想这是一个上重要的。所以检查咱个教会今仔日面对一个甲传统真无共款的一个状况，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想法，不管你是赞同，也是你反对。我想，伫咱的心内底，咱拢回归到一个，就是听，就是爱分享。若是伊的心愿意，伊的心愿意领受，这是伊甲上帝关系。检查会要突破传统，毋是遐尔简单的代志。总是今仔日，咱已经行往即个方向。愿咱伫今仔日，每一个人当你要出手摕即个杯的时阵，领即个饼的时阵，你深深知影你甲上帝的关系是怎样。你会免看别人，你只有看家己就够命。因为咱知影，咱每一个人的明仔载拢是伫主的手中，咱无法度去掌握别人明仔载，甚至咱嘛无法度掌握家己的明仔载。只有单单每一个人仰望上帝，上帝要成做咱的主，每一个人的主，做拿心的人的主。毋是伊人的主，咱三个来唱这条诗歌，将咱每一个明仔载拢仰望伫主的手中。我今在你的左右，主作我。需要囝儿牵咱的手，总是咱的一生，无论是你细汉的时阵，你年老的时阵，你拢需要主牵你的手。咱三个人面对就是我。